挑戰食100間米芝蓮餐廳，去咗中環咧媽食法國菜，2025年咧拎到1星嘅。裝修係行暗黑嚴格嘅路線，仲有一個室外嘅花園露台，吧台位咧係有超過400款稀有嘅 whisky。我哋叫咗個 seasonal 嘅 tasting menu，6個 course 做 wine pairing。餐前小食咧係一個開胃嘅甜蝦撻。沙拉都外脆內軟，牛油有煙燻香氣。第一道菜鴨肝醬本身都幾膩，但係佢配咗一啲薄脆。之後呢個蘑菇湯好出色，啲菇味係勁澎湃，仲配咗一個蘑菇造型嘅胡椒酥。之後上碟咧，以為得塊薄脆，原來係要敲碎佢。入面咧就係法國藍青口，味道好 rich， 啲茴香味係湧出嚟。之後嗰道鱈魚咧就唔算好出色，啲汁都幾少。拎咧就可以揀雞或者牛，雞好重黃油香氣，個皮咧就脆卜卜。牛嘅話咧個sauce係幾出色，熟度都好完美。之後就係甜品時間啦，生日咧係有 cake 嘅。佢本身嘅甜品咧就係一個巴黎嘅泡芙。再加埋呢啲白色小點咧，都好好食，食到最尾已經好飽。整體嘅食物啦、服務啦，其實都幾好。呢一個價錢喺米芝蓮嚟講係超抵。Karen 嘅定價就比較進取，都推薦一試。之後就真係去咗法國食米芝蓮啦，記得 follow我。